后来继续来到南投的草屯，同一个下晡，同一个里，竟然发生3件火灾。拍火拍20多档的消防队员讲，这个是头一届拄到。房间内拢是乌烟瘴冷一日谈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后，冲入火场拍火，物件拢烧了去啊！搜索当中，目前还在搜索当中啊。导火点是伫南投草屯中正路的大楼，消防队员是爬9楼，规身躯冻干。等对象洗完身躯要准备休困的时，同一日一个资源回收场导火。一台报废的车辆导火，消防人员一个拍火了后，调查发现讲这是工人切割时无细致引起的。收队转去，身躯多洗刷，同一日玉成路一栋透天厝导火。消防队员搁出动，哪拍火，哪去找人，加在无人员伫内底，火顺利拍花去啊！抑过一个下晡，同一日连续发生3件火灾，有够忝。消防工作20多年了，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。本人是目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就是一个单一个下午同一个里发生3个案件，火灾案件。那有很多同仁就是洗完澡之后就又出勤啊，同仁可能有些同仁都已经洗了3、4澡了加在3件火灾拢无人受伤，相对讲回收场的火灾原因已经确定啊。第一件大楼火烧厝要你调查是电线烧拍电，还是烟渣引起的。